是第27首。好，咱来做伙唱第2节甲第2节。先做咱一个敬拜甲礼拜。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的礼拜要开始，请大家安静心，准备今日早起的聚会。圣经大声看出，上帝要互外邦人对信，称做义，就大声传福音，互阿伯拉罕讲，万邦要对你立着福气。这时，咱做伙来唱圣诗，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主要花是我的牧者，请起立。Oh
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100多前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到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来明开。圣诗啊，后壁启文，启文第12篇，也是诗篇42篇。启文12篇，诗篇46篇，就是咱做伙来启。上帝是阮道险的所在甲困难，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跑也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遐中间，城的确无摇动。伊网哗哗跑，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基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以后高前线，到伫地极。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基地。这时，咱众人做伙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无条件的爱，赏赐你的独生，爱你的囝儿耶稣基督，互阮因为相信，
会当诚侪伊。虽然阮知，阮家己无完全，时常犯罪、软弱，但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阮竟然会当来到伊的面前，领受你所享受的平安甲赦免。主啊，求你帮助阮众人谦卑会当认捌，阮所以会当诚侪伊，毋是我靠阮的所行，乃是因为你的怜悯甲恩典，互阮无我靠阮家己所做，乃是因为伫你的疼甲信实中，会当活出你的模样。求你加添阮的信心，特别伫阮的教会伫改善的工程中间，互阮众人有合一的心，毋是看阮家己的需要，乃是归上帝你的旨意来行。当阮面对试炼甲挑战的时，阮嘛会当记得是因为你的恩典，阮才会当继续倚靠你前来讨走。愿阮因为这个恩典，会当搁较听你、听人，成做你的恩典的见证，也互身边的人会当透过阮的性命，看见你的荣耀甲慈爱。感谢主，赏赐阮因为相信会当成做伊的救赎。求你继续引带阮，互阮每一天会当伫你的疼内底有满满的平安甲喜乐。这时，阮众人要做伙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来祈祷。阮的喜悦的，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绝对亲像天日。阮的日时，会当有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互你传阮日子，就叫阮合平安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永远的尽。阿门。是咱做伙来看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人书第3章第6节到第10节。这时我来念，请大家来看。亲像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甲伊算做义，所以恁就知，既若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来先看出，上帝要互外邦人对信，称做义，就来先传福音，互亚伯拉罕讲：万邦要对你得到福气。可见，既若信的人，甲有信的亚伯拉罕，同得到福气。既若好本身行着法例，拢受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无常常照着法的册，拢总所记载来行伊的，就受咒诅。这时，咱要请圣歌队，因要来赞美。因要赞美的诗歌是诗课，我欠认主。
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时，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咱即马要请大神的张凯贤老师要来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因为信，称做伊的眼光。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有当来即个南口的教会吼，真歹势，我的台语无介通好，回来我就用华语来分享哈。我是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刘开贤，那我在这里代表台湾神学院董事长胡明胜牧师、院长蔡慈伦牧师，还有全体的师生来向林口教会表达感谢。愿上帝纪念大家对台神过去到如今的爱跟代祷。那我们神学院目前有专任老师16名，学生250名，这里面包含立案过的台湾神学研究院，在教育部里面的学生有134名。台湾神学院目前有5个系所，包括第一个是专门培养全职传道人来这里做蒙苏的神学研究所的道学硕士班，第二个是基督教研究所的文学硕士班，这里面有教会音乐组，
灵性咨商组，还有灵性照顾在职专班。第三个是要培养比较像学者将来当老师的，是要提升神学教育的学术训练，这包含了神学博士班、神学硕士班。第四个是提供教会的牧长在职进修研究的教牧博士班。还有第五个是训练长职信徒要做代职传福音精兵的神学系，很欢迎大家来神学系继续的进修。那台神目前有非常坚强的师资，我这样自己讲感觉很奇怪，但是台神现在真的有非常坚强的师资，藏书也非常丰富的图书馆，还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台神办学的理念是敬虔、知识跟宣教。那我们相信神学教育不只是为了学术知识的传授，更是为了学生在信仰跟灵命上要继续成长，并且将所学应用在实际的牧会跟宣教里面。那所以台神呢有准备一出5分钟的影片，那就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回来看。跟在做的迄个时阵开始，咱就听讲一发听是个旅程，这也是属于家己的旅程。开始迄个是一个不管紧也是慢，但咱一个专业向前，总是有真侪咱梦想去达成。所以咱变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厌世，一个放弃。上帝听是超过咱。理解一下，这个听表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对咱面对困难甲挑战的一个。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从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一个家人，想到我们爸爸。被误会、被了解、觉得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受伤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地方旅行的时候，接触到小礼物跟隐私的时候，上帝看是非常的丰富，你同会就是咱真正的简单，但要了解的上帝，而且圣经所记载到上帝下线，你看要等到一个时间的上帝来看，还有下一个要说完。给你家人后也是对细个保安经典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自我管理，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关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自己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所以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途中，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明白
都同当中一起得到成长。但是对台湾的社会而言，只是一个小型的中高级小学校，班上会当约定152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孩子们因为疼，靠近实在的行动，用一个方法来体察这件事。这款疼并不因为时间消失，而是留在这个下面的所在，得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利记2章18节所讲，我甲伊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有啥物话？伊讲，咱起来去做，对安尼因奋勇做即个恶工。咱今日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了台湾新南的未来，奉献出咱的祝福。疼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真正的承诺。伊的计划，让咱伫疼中间向前；伊的计划，让咱伫疼中间继续完成。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不同，无论头前安怎，但永久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的理想。这150年来，台神的经费有超过70%都是透过众教会的兄姐关心跟奉献，所以可以说台神一直是在神迹当中在学习仰望的群体。那过去3年来，为了提升神学生在学的生活品质，我们先后完成了男生宿舍的整修、女生新寮的整修、台神咖啡屋，还有校园美化的工程。虽然这些工程已经完成了，但是整修的费用还没有全数到位。今年神学院的预算呢，经常费跟各项基金总共需要6974万，使用在人事、施工设备、奖学金、校园整修等等。各位兄姐每一笔的奉献，都是见证上帝的爱。台神的师生只有真感谢又感谢。那我自己呢，也是大概1个礼拜前才第一次看到这一次的奉主的影片，就是刚刚这支影片。这支影片让我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才刚进入神学院要读书，想要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也包括更早以前，包括在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被一个朋友带进教会，然后教会里面有那种刚毕业年轻的传道，他对我很好他就带我信主了。因为奉主的影片让我想到很多以前的事也是高中刚信主的时候的事。所以我想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高中的时候很流行的东西，就是我快信主的时候很流行的东西。那我们请投影片秀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有趣的图片？下一张，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图片这个我高中的时候很流行，其实也30年前了。当时我们都叫这个图片叫斗鸡眼3D 图片。这种图片要用斗鸡眼的方式去看，就像这样。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眼睛要对焦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任何东西，眼睛都是落在那个焦点上面，落在那个东西上面。但是看这种图片的时候，你眼睛的焦点不能落在它上面，要稍微往上拉，眼睛焦点要稍微往上拉，所以看起来就会有点像斗鸡眼。例如看这张图片的时候，你眼睛的焦点在这，不能在图片上面。如果你的眼睛的焦点直接放在图片上面，那就什么都看不到，就是这样子花花绿绿的。但是如果你眼睛的焦点稍微往上拉高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隐藏的图案，从图片里面好像浮出来一样。可能是一个杯子，可能是一个教堂，可能教堂旁边还写着字，说让我们一同来建堂。
它会有一个图案从里面浮出来。很多人怎么练习都失败哦。昨天晚上我女儿在家里练习，我就在房间里面练习讲稿的时候，听到她在外面哭叫着说，那个图案快出来的时候就不见了。怎么练习都失败，因为当你图案快要出来的时候，你忍不住就会把眼睛放回图片上面，因为很想看到。但是这样就看不到了，眼睛的焦点一定要稍微往上拉，才会有个图案跑出来。同一张图片用2种不同的看法，用2种不同的焦点，你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的经文，它背后有2种人啊，我们换下一章哈，不然大家如果继续努力的话，可能今天就不用讲。我们先看下一章，看经文哈。同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了。同一张图片，如果你用2种不同的看法，用2种不同的焦点，你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它背后就有2种人，这2种人用2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在看同一个图画。2种人都在看亚伯拉罕，但是这2种人却从同一个亚伯拉罕身上，他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第一种人，他们看亚伯拉罕，他们说要行律法，要守割礼，要先成为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守割礼的人，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他们看亚伯拉罕，结论就是要守割礼，要做犹太人。那另外一种人也看亚伯拉罕，但是他们看亚伯拉罕，他们说这些都不用。不用行律法，也不用守割礼，也不用先做犹太人。第2种人，他们看亚伯拉罕，他们说只要相信福音。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就是为了要处理关于割礼、关于律法的问题。到底外邦人是不是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呢？到底外邦人是不是要先受割礼、先行律法，然后才能信耶稣，才能做上帝的百姓？那保罗，感谢主，他是第2种人。保罗说不用，保罗说只要信就够了。保罗说你们自己看亚伯拉罕上面的经文3章6节，保罗说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创世纪的故事，创世纪的15章6节，同一句话，创世纪的15章6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加拉太书的3章6节，就是在讲创世纪15章6节。那创世纪那里在讲什么？那里是亚伯拉罕，他很苦恼。亚伯拉罕正在因为他没有小孩可以继承财产，所以亚伯拉罕就很苦恼。他非常的难过，他跟上帝在抱怨说，他没有小孩，你给我这么多钱要做什么呢？谁来继承呢？这个时候，上帝就带亚伯拉罕把他的眼光往上拉，带着亚伯拉罕往上看。上帝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就要像星星一样，多到数不完。上帝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然后上帝就把这个算为亚伯拉罕的义，非常的单纯，就是一个回应，一个对上帝的回应。上帝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把这个算为亚伯拉罕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各位，这就是保罗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他看到因信称义是一种关系，因信称义是上帝说，人的回应就是信，这是一种在上帝说话，然后人的回应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且是上帝要的那种关系。上帝喜欢这种关系，上帝说这种关系是好的，是对的，是义的，这个就叫因信称义。所以3章6节，圣经说，正如亚伯拉罕，就是要像亚伯拉罕这样。上帝说，亚伯拉罕信，然后上帝说，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这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可是各位，在加拉太书还有另外一群人，背后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不是这样看亚伯拉罕的，
这一群人就是让保罗俩拱的那一群人哈。这一群人不是这样看亚伯拉罕的，他们坚持任何人如果要做基督徒，都要先做犹太人，都要先守律法，都要行割礼。这些人也拿亚伯拉罕当例子，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也拿亚伯拉罕当例子，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亚伯拉罕其实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行割礼的人哦，所以他们也是有点道理的哦。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看过创世纪15章6节，但是他们是用犹太人的传统在看创世纪15章6节。他们说读经要看上下文，大家有没有听过读经要看上下文？这些人说，如果你读经看上下文，如果从创世纪的上下文来看，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信心的勇士，因为这些人说，从创世纪的上下文来看，亚伯拉罕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试验，一再的显出他的信心，这就显出他是信心的勇士。各位，如果照犹太人的解经传统来看，创世纪的上下文，他们去计算，他们发现亚伯拉罕总共10次，10次通过了信心的试验。所以他们看到亚伯拉罕敬虔、忠诚又正直，而且还守了割礼。亚伯拉罕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这就显明他有信心。这就是让保罗俩拱的那一群人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这种奇怪的对创世纪的解经，不是只有在加拉太书的背后不是我乱讲的。这种解经传统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叫阿基巴。这位阿基巴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犹太人都知道的故事。这位阿基巴讲了一个跟摩西有关的故事。大家知道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结果有一天百姓们居然去拜金牛犊。大家知道这件事哈？这些百姓居然在旷野中开始拜金牛犊，那摩西当然非常的生气啊。那阿基巴讲的故事，他说摩西非常的生气，他就把10诫的法版摔碎。然后摩西把法版摔碎了，他后来后悔，他就来到上帝面前，重新为百姓代求。阿基巴说摩西怎么代求？阿基巴说摩西就这样代求，他对上帝说：上帝啊，虽然百姓刚刚破坏了这10诫，百姓们刚刚破坏了这10诫，但是求你看在亚伯拉罕的份上，亚伯拉罕之前成功的守住了10次，通过了10次的试验，但是百姓今天破坏了这10诫，所以阿基巴讲的故事，摩西说，请你就看在亚伯拉罕这10次的份上，用那10次来弥补今天百姓破坏的这10诫。这是摩西这是阿基巴看亚伯拉罕。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像这样子犹太传统的解经，他们对信心的解释，跟我们基督徒的解经，跟我们基督徒对信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像这样子的解经，这样子去看亚伯拉罕，他们其实是把信看成是一种功劳。他们看见了亚伯拉罕是一个表现得非常好，是一个展现出辉煌的大功劳的人，这些表现、这些功劳才能显明他的信，然后上帝才能称他的为义。他们说这就是用上下文去看创世纪15章6节，亚伯拉罕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可是各位，这真的符合创世纪的上下文吗？从创世纪的上下文去看亚伯拉罕有这么完美吗？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在埃及失败，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在基拉尔又失败，而且最有趣的是，就在创世纪15章，就在我们刚刚看到上帝称他为义的15章之后，到16章，16章发生什么事？16章在下甲的事情上，亚伯拉罕又失败。各位，如果用行为来看，15章称义，16章又失败，那15章的称义还算不算呢？
我不知道，如果从行为的角度来看，你会给亚伯拉罕的一辈子打几分？如果你打分数的话，在我家可能打分低一点因为我太太钟荣，她读神硕的时候就是研究侠家，所以她对16章那个失败，她可能比较介意尤其是女生对这一段可能又更介意。但是我不管你给亚伯拉罕打几分，我想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亚伯拉罕没有100分吧。不管你给他打几分，打高一点也好，低一点也好，他没有100分没有100分不就糟糕了吗？这就是律法没有100分，在律法来看，你就糟糕了。3章10节写的，我们看投影片上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要的是一切知识，凡不照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100分就糟了。圣经带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不是100分的亚伯拉罕，圣经带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并不是在试验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100分，他不是一个无敌的战士。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相信上帝的普通人。他真的很普通，他家也是会上演8点档的，他在这当中也是很辛苦很痛苦的。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的一个普通人，跟我们都差不多，他家也是不容易处理的。他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亚伯拉罕摸索着往前走，他有高峰，他也有低谷，他有得胜，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只要上帝一句话，他就相信；只要上帝讲一句话，他就相信，他就继续往前走。信是他对上帝的回应，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信不是他的表现，也不是他的成就，不是他的成功。信是他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一份依靠。为什么奉歌里的犹太人看不见这一点？因为他们看事情的焦点错了，他们的眼光错了，他们没有把眼光往上拉，他们往下看，他们看平面，他们只看自己。所以他们在乎的是表现，要怎么表现才能达到一个够好的标准？这就是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他们在乎的是表现。但是圣经带我们把焦点拉高，带我们把眼光往上移，往上看。上帝要我们把他自己放进我们的眼光里面，就像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看着自己的问题，说他没有小孩继承家产的时候，上帝怎么带？上帝带他眼光往上看。然后亚伯拉罕他眼光往上一看，他看到了什么？他看见的其实不只是天上有满天的星星，不只是这样。当亚伯拉罕眼光往上一看，他看见的是上帝的伟大，然后他就信。正如亚伯拉罕，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自己移到上帝，我们在乎的就不是自己的表现，因为我们会看见上帝的伟大。当我们专注在上帝，我们在乎的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3章7节所说以信为本的人。这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把焦点往上拉，我们就可以不要把那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啊，或者是试验啊，我们不用把这些当成是考试，因为正如亚伯拉罕，这些不是要显出他的失败，也不是要显出他的成功，这些都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才会这样想。以信为本的人要看见什么？以信为本的人要看见这些试验一步一步的增加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他的信心是越来越成熟的。
直到最后他可以献上以撒。如果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把焦点往上移，从看自己到看上帝，我们的人生可以少掉很多的不安全感，可以不要那么在乎自己的表现，因为上帝要的很简单，他说话，我们相信，这就是上帝要的义的关系。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起蒙福。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圣经读到这里，都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圣经读到这里3章8节，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读到这里，我再一次发现，那些以行律法为本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没有看懂圣经的上下文。圣经的上下文很清楚啊，这些犹太人他们看亚伯拉罕，他们看到的结论就是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百姓，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大家都要守割礼，都要行律法。各位，这不是跟上下文刚好相反吗？创世纪的上下文非常清楚，从一开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就告诉他，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的12章3节，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也是加拉太书的3章8节。这么明显的一个经文，这么明显的上帝的心意，为什么犹太人没有看到？我觉得答案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眼光，因为他们的焦点在人的身上，他们看的是自己。因为他们用这种没有拉高的看自己的眼光，他们看不见上帝的恩典。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格局，这个格局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万国万民。当我们的焦点在自己身上，我们不但自己辛苦，我们对别人也不容易有恩典，我们不容易看见恩典有一个格局。焦点在自己身上，怎么可能有恩典？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我们往下一看，我们有多少东西啊？其实很少，对不对？我们如果给出去，如果我们分享，就变少了，可能就不够了。其实我自己看自己，我也会想啊，我有了这么少，我能参与建堂吗？我还有足够的空间去分享恩典，去见证上帝的爱吗？我甚至会想，我这么努力，难道我不是应该要得到更多，反而要去分享吗？焦点在自己身上的人，不但自己以行律法为本，常常也会要求别人以行律法为本。因为拜托，行律法很辛苦，如果我行律法，然后你靠恩典，这样我怎么受得了呢？我想到我在当兵的时候，当兵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是这种心态，老兵的心态。我很容易就想用老鸟的心态去谴责那些新兵菜鸟，因为我记得我是多辛苦啊！我记得我当兵的前一年，我是怎么样被前辈压榨，我是多么的辛苦，我也会想要这些新兵也经历一样的辛苦。但是在这个时候，当我想到，其实过去的一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过去的一年我靠的是上帝的恩典。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当我把眼光拉高，当我能重新看见自己一路走来，其实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当我有这样的看见，我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格局，我对待别人也会有不同的作风。但是很可惜哦，犹太人看亚伯拉罕，他们看亚伯拉罕就像对自己引以为傲的那种老兵一样，他们觉得亚伯拉罕是一个通过所有的考试，满足了一切律法的老兵，所以他们也要所有的人都守律法，以行律法为本，不然就跟恩典无份无关。这其实是非常可悲的一条路。当我们的焦点在自己身上，我们看不见上帝无尽的爱和伟大的计划，我们也看不见上帝的心意，从起初就是万国都因你得福。各位兄姐，因信称义不只是个人的生命，
因信称义是相信上帝的恩典，也是认识上帝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有一个很大的格局，就是万国都因你得福。而我们正如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你得福，而是万国都必因你，是万国都必因你，就是因你，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圣经早就看清楚这件事。圣经说，上帝要叫外邦人，就是我们，上帝要叫我们每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都因信称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像上帝带着亚伯拉罕带他往上看，我们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们生命的焦点往上拉，把我们的眼光拉到上帝的身上。我们也能在我们人生的困难当中，把眼光移开，去转眼仰望耶稣。这个是我们的福分，这个是上帝早就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上帝都要我们因信称义，都要跟亚伯拉罕一起得福。但不但是这样，上帝还要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也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怎么样因信称义，我们也怎么样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怎么样领受福音，我们也怎么样从耶稣基督领受福音。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参与在上帝祝福世界的计划里面，我们也怎么样参与在上帝祝福世界的计划里面。我们的人生都可以成为上帝祝福的一部分。我刚刚说我在看今年奉主的影片的时候，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尤其是影片的最后，很多学生提到在神学院里面的彷徨，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也想到我在刚踏进神学院的那2年，总共读了3年，2年过后越来越不确定。一直以来，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我习惯去分析困难，也去分析我有多少能力，我有多少资源，我可以怎么样来解决困难。我猜大部分人都一样，你遇到困难就分析困难，然后分析自己有什么可以面对困难。但是如果困难大到一个地步，我发现我就宕机了，我没有足够的资源去面对，我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刚进入神学院2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大概因为转换了人生的跑道，我带着理想跟呼召进入神学院，可能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也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退路了，因为我已经把台积电打电话给我的那通电话已经挂掉，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没有要去面试，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退路了。也可能是因为对未来太没有把握，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对成功跟失败都很敏感。2、3年下来，我常常在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研究的潜力，我常常充满竞争的欲望。我会想跟一些人在学术上一较长短。我去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也会注意人家有没有因此更看重我，在意越来越多的事情，仔细的看自己到底配不配，到底有没有资格承担某些使命。但是当我看这些都让我对呼召越来越没有把握。尤其当我发现那些不好的负面的因素一个一个冒上来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没有把握。可是当我在祷告当中，当我尽可能的把我的野心，把我的成就感，也把我因此得到的挫折或困难都先把它放下来的时候，我先把我的焦点往上拉。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当我把我眼光往上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它就像图画一样浮出来，那是上帝放在我心里面的，在我内心深处，我真正渴望、真正期待看见的。上帝放在我心里，我期待看见神学的教育可以让台湾教会的讲道跟教导可以越来越好。就这样，这是上帝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图画。
我期望看见神学的教育可以让台湾教会的讲道跟教导可以越来越好。我也想建造教会，不但是建堂，还要建立讲台，还要建立神学教会。当这个上帝放在我心里的期待，当这个图画当它重新浮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我活在上帝的恩典的计划里，我就明白我是蒙福的，我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成功跟失败。我也发现我是可以祝福许多人的，虽然我非常的软弱。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也都因信称义，这样的人可以看见上帝在自己身上的恩典，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同时，这样的人他不但能看见上帝在自己身上的恩典，这样的人也能看见上帝透过自己要去祝福别人的恩典。这样的人比较不容易在挫折当中变得不安，然后在不安当中变得封闭。因为一个不是依靠自己，而是能够因信称义的人，他会显出他就像经文说的是有福的人，因为他有一个超越表面的关系，他有耶稣可以仰望，他有上帝可以信。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看自己的生命，我们看我们周遭的问题，看我们的成功跟失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要我们看见的那个东西，那是他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是只有因信称义的人看得见的。盼望我们都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也都跟亚伯拉罕一样，都和万国万民一起得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天父爱我们的神，也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转眼仰望主，也让我们因着转眼仰望主，能够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要使别人也得到祝福。愿你引导我们的人生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做伙唱圣诗第27首，上帝最阮大家同在，请起立。上帝最阮。
应属地听，请两位交代书写的这个人工。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大家来看。东港书房的部分，下手的主理是杜书，书会是王如平执书，书琴是林安宇兄弟，交代甲书宪是林祥山甲姚义军两位执书。新加人的关怀，是卢云云、邱必珠、吴顺三位兄弟。献花下手是邱必珠姊妹。会前的领唱，这个月拢是音乐书名沈美华。献诗拢是信歌队。音控下手是林玉英干事台语的这个声音水部下手是陈家宏长老那这礼拜嘛是陈家宏长老，所以他在主会刷会当来参加。然后汀州的这个主会的人数甲奉献请大家来看。咱即摆来看本会消息的部分。教会第一项教会修正的这个工程，为顶礼拜日已经开始那在这个工程的期间请若是兄弟有出入注意咱安全若是有无方便的，请大家谅解。第二项就是咱这个修正的工程咱教会有推动年纪里的全教会禁食祈祷会对于10月15就开始即摆已经半个月咱嘛欢迎继续若是兄弟有感动的，会当做伙来参加，会当伫咱透过咱的牧区各小组团体会当甲这个小组长也是公布拿来登记，咱嘛会使家己就即个时间为了这项代志来辅导。第三项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相关的同工咱准备心来参加。第四项今仔日是台神的纪念主日咱学校派这个张凯贤老师来请安报告咱嘛请咱继续为着学校的事工的经费来奉献甲祈祷特别咱知影新学院是咱教会要出要来出这个牧师最重要的这个机构所以请大家真正爱来支持第五项就是拜二咱这个 TVBS 新关爱永续基金会就咱的教会要办理靠泰山5个这个木架的早餐
的聚会吼。咱的目的吼是要增加咱彼此教会吼的连结，啊，搁有教会甲政府、甲民意代表吼，会做伙来参加这个够进展吼。因即摆反诈骗这项代志最重要吼，所以拜二会伫咱的会场吼，是甲咱的会友来报告一下吼。第六项吼嘛是咱儿童主义服务吼课程是明年开始要来做调整。第一项就是讲9点半到11点10分吼，有一个儿主的体适能的综合班。11点10分到11点半吼是西瓜的分组，11点半到12点20吼就是主义服务的分班吼。所以咱请咱的囡仔吼小朋友吼，咱家长爱带因准时到达吼，因为咱特别要设计这个儿主的体适能综合班吼，所以爱准备这个活动甲器材吼。所以，若是要参加吼，爱大生爱向这个校长来报名吼，你才会好通准备吼。这项112学年的这个下学期的奖助学金吼，申请开始。若是要需要申请的，当去咱的办公室来提这个申请表格吼。第8项吼，感谢上帝吼，小会同意吼，咱教会要邀请咱这个香柏树小组的刘杰辉兄弟吼。伊要请伊吼来担任咱教会甲属下即个机构甲法律顾问吼，伊是义务的啦，义务的伊就愿意要安尼做。伊即嘛也是咱乡公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伊愿意要来帮咱教会来做这个法律顾问感谢主吼。第9项吼，台北中会妇女事工部伫11月29拜五伫大洲埕吼。上午9点半伫大洲埕教会要举办妇女事工部这个甲妇女合唱团这个新就任干部的交接感恩礼拜邀请兄弟来参加。若是要参加的，咱登记到2月号来截止。第10项这嘛是要甲大家提醒就即马宗教法的规定就是讲中会鼓励咱会友爱签这个各自同意书因为咱实在咱奉献是咱要寄什么这个收据拢需要，咱其实拢有啦，所以就讲爱大家即马规定就讲爱大家同意啦。过去咱大家拢讲就是讲讲这自然就是有不过即马规定就很严格所以讲到时可能那个干事跟我说，那我们就发给每个家庭，让他们自己来填写，都收回来所以这是第10项的部分教界消息甲奉献报告请大家来看。关怀代祷的部分请大家继续为着伊厝的疗养的兄弟，还是讲住院的这是足侪固定的足侪咱会当继续为着因祈祷今仔日足欢迎看到这医疗这等来咱会咱嘛是足欢喜咱继续为着因安尼伊厝的疗养的兄弟继续面来祈祷到住院的奉献报告的部分，请咱大家来看唔知有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有没有新来的这个李经纬？多注意。有新来的有吗？你帮我们介绍一下。比较好。这位经纬来，我们欢迎你欢迎来到教会好，咱会大家咱来彼此问候好，咱即马来看这礼拜的经句来经句，咱做伙来念加拉太书第3章第9节，咱做伙来念。可见既若信的人，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当得着福气。咱搁一遍可见既若信的人，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当得着福气。好，即摆咱做伙来唱上营510首，上营510首，无路天顶主宰，请起立。Oh
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救赎宝贝的救赎，圣神的感动，祝福咱众人对这时到顶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后头刷，咱来补充下平安礼。这是咱会当无上来行平安礼，咱特别会当甲咱较无实在，还是无实在的来平安吼。